使我望你的话语，使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我们的生命因你发光，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里因我顺服而得福。你呼召我 ，OK， 可以吧 ？OK 吗？有哪里要练吗？好，大家都可以吗？真假？没有，我蛮清楚嘞，很清楚哎，我超清楚哎，还是会不会监听有问题？哦，你说第二首那地方，对啊，第二首是那个，就是只有你的地方而已，对，你可能那个地方再调大一点。我们今天人蛮多的。有谁有药水？酒精。这个接的是第五下，就是第二首。对，第五下。第五下什么？跟你们开玩笑。对吗？为什么？对吧？没错。没关系啊，你就算没有在点上，我们就大家唱在点上就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嘿，一起拍手，耶！我们今天一起跳舞来赞美他。尊荣是你看我的眼光，洞悉我内心的宝藏，使我重燃生命盼望。我愿为你勇敢梦想，祝你盼望掌权，力量闪向我彰显，让全世界都扬声赞美。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你的喜乐使我能抬头仰望，看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我们跟你们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跳舞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耶！今天要不一样，我们用跳舞的方式来赞美他，使我领受你尊荣眼光，看每个人按你形象，孤独失望都不再捆绑，一路爱到永不失望。祝你盼望掌权，力量闪向我彰显，让全世界都扬声赞美。一起来！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你的喜乐使我能抬头仰望，看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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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一起来！我哦我哦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一起跳起来！点燃我心中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来自于爱我们的主耶稣。看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我一起来！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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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更大声！嘿！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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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你让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一起更大声！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你的喜乐使我能抬头仰望，看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再来一次，嘿！我用跳舞的方式来赞美主，嘿！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跳起来后面！
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陪伴我度过。让我们的心中力量被主来点燃，让我们的力量被主触摸。最大的奖赏，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你爱点燃我心中的力量，你的喜乐使我们抬头仰望，看每个人绽放出神的荣光。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让我们来跳舞，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让我们来跳舞，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将掌声献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不停止拍手来赞美他，好吗？嘿！一起来哦！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一起来！神的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嘿，一起拍手。神说要有光，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的雨浇灌着土地，我们是他的儿女。神的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一起来，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你的话语是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愿主耶稣的话语都能够做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哈利路亚！我们敞开心，让他的话语做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个性，修剪我们的生命。神的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神儿女，神的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我们一起来说，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嘿，你的话语是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生命允许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你的话语是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因你发光。我们
起来说我们的生命因他发光，因你发光。哈利路亚，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我们一起说，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里因我顺服而得福。我们从头一起来唱，你呼召我，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是的，主啊，预备自己，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我们一起来说，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来为今天的礼拜来献上赞美，来献上感谢，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来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渴望更多的得着，更多的得着神的话语住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影响别人的人，然后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别人。哈利路亚！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不单单只是主你修剪我们。我们要一起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成为祝福，一起来，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愿献上所有，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
选择与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选择栽种在你的话语中的生活，因为我们渴望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是坚强活泼的，我们也渴望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因着活在你的话语中而蒙福顺利。主啊，求你吸引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快跑跟随你，能够每天都思想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刻在心板上，让我们的言行举止每一天都能够活得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将今天的敬拜赞美交托仰望在你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相交，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请坐。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原本是有罪的人，是不配得你赐福的人，但是你满有慈悲与怜悯，又有丰盛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给我们有勇气、有信心，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心中，刻在心板上。接着你的话，让我们的心灵喜乐，生命健壮，属灵的生命也越来越成熟茁壮，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借着主教导的话来调整我们的个性、思想，还有行为的改变，免得我们得罪了你。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帮助人、影响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管环境如何困苦艰难，或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试炼，我们的生命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以基督的福音来预备我们的心，建立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的荣耀在全地彰显。主啊，这是我们把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常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的主导文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代祷的事项，大家一起来看。那我们也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来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来看教会消息，本主日是圣灵降临节，为普世教会的生日，于礼拜中进行本年度第3次圣礼典。感谢圣灵保惠师常驻，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第二，请各团契会长开始研议安排第3季聚会内容及服事同工，在6月18号提前交给干事。第三，我们要恭喜我们郑瑶传道还有秀文传道，他们在7月2号要封牧就任为在台南中会德光教会的教育牧师跟宣教牧师。那我们这2位牧师跟小会员还有圣歌队会代表本堂前往祝贺献诗。那我们有郑瑶的赖啊，我们也可以传个讯息跟他祝贺一下。好，那团契消息跟奉献明细的部分，我们自己来看。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诗篇第1篇，诗篇第1篇，第2节并到第1节。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好，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却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众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讲道，今天牧师带来的讲道是成为祝福。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诗篇第1篇，诗篇我们有知道，诗篇总共有150篇，好，整部的诗篇。那这150篇里面呢，诗篇的第1篇跟第2篇可以算是整部150篇诗篇的序言。我们如果把诗篇150篇看成一本书卷的话，第1篇跟第2篇可以算是整卷的序言。意思是，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第1篇，它包含了整卷诗篇所要传递的一个主旨。好，所以前2篇其实真的还都很重要了，但是前2篇特别重要，可以跟这个综览这样子。那上帝也曾应许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就必咒诅他。”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福气，得到祝福。好，我们都喜欢得到祝福，得到恩典。我们确实也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蒙福的人，但同时，上帝也要我们成为一个能祝福他人的人。就像今天这首诗篇的记载，他说：“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那我们如何要成为一位能祝福别人的人呢？在诗篇一开始就有提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1、2节哈，它整个并起来的。他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那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一个驱动力，里面有一些关键字。我们可以看到第1行有计谋，还有道路，然后到第2行有座位。计谋、道路、座位，这是一股动力。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恶人，必定是从他的意念开始，从他的心怀意念开始。或许大家有一种经验，就是在某一瞬间，就是突然的突然你会觉得有一种厌恶感，可能是对某件事的厌恶，可能是对某个人的厌恶，也有可能在某一瞬间，你突然觉得好委屈哦，可能突然想到了你的主管对你怎么样了，或者想到了你的父母对你如何了。好，那现在我们有小孩的嘛，可晴应该
还不至于了哈。那个再稍微大一点点的，可能什么都不要哈。爸爸妈妈明明就为他好，可是他就是很抗拒、很反对，然后都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为我好这样子。所以父母有时候也蛮委屈的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那种委屈感、那种生气、愤怒，就是这些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在一瞬间就涌上心头，这样。就好比一个很精准的天平，好，精准的天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如果每天我们讲说哦平安啊，很平安，就好像有个天平在我们的心里。可是呢，就像那种突然一瞬间的一个念头、想法跑出来，可能就是好像一只苍蝇，苍蝇飞停在天平的某一端。那苍蝇嘛，没有多大，也没多重，对不对？可能我们一开始还觉得啊没什么，可是当苍蝇飞了很多只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舒服。就好像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看到一只苍蝇，可能觉得有点烦。可是如果一次来5只苍蝇呢？我可能会选择逃离现场，我不要吃了，好像会有点难搞这样子哈。或者是像有一次我们去我跟一些牧师，我们约在一个地方吃，我不要说是哪一家好了啦，反正是那家是寿喜烧这样。那因为我们还有人没到，我们就在后卫区那边等。等的时候呢，哇，这个后卫区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蚊子就跑出来哦，我们实在是挥受不了，然后呢，我们就跟那个店家说，有没有那个捕蚊拍啊？拿一支捕蚊拍出来吧，这个蚊子实在太多了。然后我们就是拿了捕蚊拍出来，把那些蚊子啊，通通给它杀掉，这样子，真的有点夸张了哈。所以就是当只有1只的时候，你可能还觉得可以忍耐，但是才觉得不怎么样。可是多只的时候就不那么舒服了这样子。那好，当有这样子的苍蝇1只2只这样飞来，我想我们应该不会任由它在我们眼前这样子乱飞，停在那边，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嘛，好，想办法把这些处理掉、赶走，或者是要不然我们就自己走人这样。好，我们到底会让我们的一些不好的意念，当我们一些不好的意念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任由它一直发展，还是我们会用上帝的律法，用上帝的应许跟上帝的祝福，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盼望跟信心，把那些不好的念头给它排除掉？我们会选择哪一条路走？好，牧师就用刚才我们读过以斯帖记，好，我们前一阵子都在读以斯帖记。我不要问有读的举手啦，哈，我们就心里知道哈有读的，反正牧师就假装你们都读过了，好了，牧师认为你们都读过了，不要再假装哈。牧师认为你们都读过了。好，在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会发现从头读到尾没有出现上帝这2个字，从头读到尾也没有发现上帝说了什么，上帝做了什么，就是上帝感觉好像从头到尾都是缺席的上帝，在以斯帖记里面。虽然从头到尾看起来都是缺席的上帝，但是我们却知道上帝都在掌权，他都在掌权。在以斯帖记的时代背景，当时候就是以色列民那些上帝的子民，他们就是离弃了上帝的律法，然后呢，公义行审判的上帝呢，就把那一些顽梗悖逆的以色列灭亡，他们就被掳到。他们灭亡的时候是巴比伦啦，后来变成波斯在统治他们这样子。好，上帝就壮大了波斯，在当时以斯帖记的那个时代背景是波斯帝国来统治管辖他们，这个是以斯帖记的时代背景。在波斯帝国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高的官员，就是地位非常高的官员，就是哈曼。哈曼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他是所有官员里面最尊贵的。好，大家听他的君王的话嘛，哈，他拥有这样子尊贵的地位，他能拥有这样子的地位，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允许他的，好，允许他坐那个位置。上帝创造世人，每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不管你信不信上帝，其实上帝，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属于光的那个良善、良心啦，我们讲说良心啦。好，所以世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但是他们也会说做人要有良心，对不对？好，这个良心，这个光是上帝放在每一个他所造的人的心里。如果这个哈曼他能够安分守己，这样的荣华富贵依然可以长长久久，
但是就从不知道哪一天开始，他心里的那个平衡被破坏掉了。他心中那个平衡，那个善与恶的平衡被破坏掉了。撒旦悄悄的进入他的内心，不断的，我们讲说不断的给血，你们现在桌游有一个什么补血，对不对？撒旦一直给他补血，补那个恶血，恶的意念。那恶的意念一直加深在哈曼的心里，因为他心里没有上帝的律法，他心里没有上帝的话，他没有上帝的话可以让他打消那个渐渐壮大的残暴的念头。他任由他内心的那个恶不断的涌起。那个什么恶呢？就是他明明就是很高的官嘛，可是有一天他就是看到一个犹太人，就那么一个犹太人，所有的人都拜他哦，就那么一个犹太人不拜他，他就生气，他就看犹太人不高兴。那个小小的意念开始一直在他内心里面发酵到最后，他觉得统治犹太人算什么？我要把这些犹太人，帝国波斯这么大片的国土，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通通都要给你剿灭、杀害。你看，就那么小小的意念，它可以开始延伸到这么残忍的念头。所以哈曼他就是任由那个苍蝇不断的飞来，飞到他的心里，是搅扰他。他任由这样子的搅扰一直蔓延。他任由自己的骄傲不断的扩大，任由他的贪婪欲望无限上纲。最后，他那恶毒的计谋，本来计谋嘛，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哈曼心里的那一股计谋，慢慢形成了一条通往地狱、走向灭亡的道路。哈曼将心中的阴谋化作实际的行动，他开始不是只是放在心里想了，他开始采取实际的行动，开始走出去了。他走了什么路？他走了哪一条路呢？他用他3寸不烂之舌，很轻易的说服了他当时的君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可以，就是取得了犹太人的生杀大权。你要下令把所有的犹太人杀死，你必须要有那个权利。你有那个权利，就代表你有坐上那个位置，你有那个权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哈曼这个恶人从心中的计谋开始，他走出了一条攻击上帝子民的那条罪人的道路，一直到他取得授权，坐在傲慢人的座位，得到了下达屠杀上帝子民的权柄。我们看到了计谋、道路、座位，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态的。这一路上，哈曼之所以把自己的恶孽越养越大，并化作实际的行动，刚才有说到，就是因为他的良心被遮盖了、遮蔽了、被隐蔽了。好，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呢，就是失去了上帝的律法，失去了上帝的诫命律例。哈曼他不知道，凡咒诅上帝子民的，必受咒诅。凡不听从上帝诫命律例的，一切的咒诅必紧紧的跟随，不是你甩得掉的，不是你挥一挥那苍蝇蚊子就可以飞得走的。那个咒诅就好像，好，我们讲说大黄蜂好了，它就是一直追着你跑，追到叮到你为止这样子。好，所以他不知道，哈曼不知道，所以呢，在今天的第4节、第5节，我们换下一面的经文。第4节、第5节说，恶人并不是必像糠秕被风吹散，就是延续第3节，我们回到第3节看好了。好，他说前面是义人的道路嘛，好，义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好，下一页。好，恶人就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恶人要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哈曼，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一个与上帝的子民为敌的人，他的结局果然就像糠秕被风吹散。他所拥有的一切地位，原本就是上帝给他的。我们讲说，上帝允许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既然上帝能给，当然上帝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挪开。上帝能给就能给你挪开。
好，绝对没有问题。对于上帝来讲，这是轻而易举的事。面对上帝的审判，哈曼他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就知道嘛，他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就凄凄惨惨的死了，而且他的尸体被挂在木头上，那就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康比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分量，也没有任何作用的存在。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曾说过这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嫉妒恶人当道啊，当恶人得势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嫉妒他。因为上帝他始终会以他的怒气将他们吹散。”他说，虽然恶人有的时候恶人兴起，有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威猛，威猛到让你觉得看起来是势不可挡的，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招架的。然后或许呢，我们又会以为他们永远都不会像康比一样被风吹散，不会像康比一样消失于无形。我们这样子看着说，上帝啊，你这是为什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为什么会让这样子的人存在呢？但是约翰加尔文继续说，他说，当上帝的日子满足，他必会被上帝砍下来，就像康比被风吹散。哈曼的例子其实是我们的借鉴，不要以为我们在暗中的盘算，上帝不知道。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在约翰福音第16章也有说，圣灵来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来指证世人。不相信上帝的世人不在真理里面，相信上帝并遵行他律法的人就在真理里面。但是不要以为我们都受洗基督徒了，好像就可以拿了免死金牌这样，没有这样的事。因为希伯来书第3章12节也提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上帝。邪恶不信的心，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的人。耶稣是世界的光，凡在他里面的，不在黑暗里走。我们的心怀意念都要向主耶稣交账。如果我们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到底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当灵与肉体这样交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站在哪一边？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边？我们要看重的是哪一边？如果我们是体贴肉体的基督徒，我们骨子里就会慢慢充满与上帝的意念相违背的那些计谋、那些盘算。我们所图谋的就是自己的私心，就是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是体贴圣灵的基督徒，我们的内心就必常常充满感恩跟怜悯。我们的口也会常常说出赞美人跟造就人的话。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今天第6节的经文。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上帝他知道我们，认识我们。这个知道跟认识不是表面上的，好像一面之缘啊，几面之缘，就我大概知道这个人的身家背景，我大概知道这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是的。上帝不只是这样子表面这么浅显的认识我们，上帝的灵是活泼大有功效的，他可以轻易的将我们的心怀意念刺入剖开。我们内心所盘算那些与恶的距离啊，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心里所想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念头，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甚至我们也没办法去计算那个距离到底是多长。可是上帝都知道，我们内心所盘算的那些与恶的距离，上帝都可以精准的计算出来。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在管，不要以为上帝看不见，因为他知道义人的道路，也知道恶人所走那条通往灭亡的道路。只不过良善怜悯的上帝，他盼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当我们在看那些恶人好像还在虚张声势壮大自己的时候，当我们看在有些人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好人，但私底下那骨子里，我们有一句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愤慨，但是这是上帝的恩慈跟怜悯，并不是上帝不管看不到，不是这样子的。在耶稣基督里，他始终将悔改认罪的机会保留给一切愿意回头的浪子。在箴言4章23节也有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们所结的果子，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从我们内心的盘算开始。如果我们把第1节、第2节，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第1节，如果我们把这个第1节整个大段换一句话说，那就应该说成：我们若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谨守遵行主的命令，也就是我们心里所思所想的，我们所谋算的，我们所盘算的，都有上帝的律法做基准。然后我们所谨守遵行的，我们所走的，都是根据上帝的命令。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安稳坐在上帝的怀中，我们可以安稳的坐在他为我们安排的任何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一句话这样看过去，其实好像很简单，其实要做起来真的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知易行难，确实不容易。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也知道。因此，为了让我们可以成为真正有福的人，主耶稣他特别祈求天父，他祈求天父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圣灵，真理的灵，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是不是有走在义人的道路，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每天所思所想的是不是有符合上帝的律法。我们是否还有盼望？是否有信心？我们确实要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整个大环境其实充满了引诱，充满了诱惑，充满了不符合神心意的谋算跟想法。牧师举几个例啦哈。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在整个大环境里面会听到埋怨，很多人会埋怨什么呢？埋怨自己的委屈。这个委屈可能是来自你的主管，可能来自你的同事、你的猪队友，可能呢可能是夫妻关系彼此之间的埋怨。因为牧师以前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他就说，家里嘛，他说她老公地上如果掉一个纸屑一坨纸屑在那边，她说她老公走过来走过去经过很多次，他就是不会捡起来丢垃圾桶，他就埋怨呐，为什么他经过了明明看那个纸屑在那，他为什么不捡起来呢？真的很奇怪啊，他就一定要老婆捡。反正就怎么样都是不是他捡就对了，好，他埋怨类似这种。好，夫妻之间其实有很多可以埋怨的了哈，亲子之间也有埋怨的嘛。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好，父母对孩子好，但是孩子就是不领情啊，好，或者是孩子觉得说很委屈啊，那父母管这么多干嘛啊，等等之类的。总而言之，不管你的委屈是来自于哪一个对象、哪一个事件。我们若是任由委屈，我们心里的委屈一直扩大，一开始可能是委屈会演变到不甘心，不甘心久了就会开始愤怒久了就开始变成咒骂，在咒骂的同时，我们会论断，咒骂论断在一直延伸扩张下去呢，就会觉得上帝啊，你是什么上帝啊？为什么你会让我落到这样子的田地？为什么你会让我碰到这样子的人？你都不管吗？我们的委屈会在时间在慢慢累积，如果我们都不处理它，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去把它处理掉的时候，我们埋怨的对象在不知不觉当中会从那个人或那件事变到我们在埋怨上帝，会从人的身上移到上帝的身上。好，第二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有些人呢会一直想要占人便宜。好，刚刚讲到猪队友可能我们就想说他是可能能力比较不够，我们可能讲说猪队友。但是有些队友，我们在公司或许你们有人遇到过，叫同组报告的啦，或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计划案什么的就是有人就是不做，
或者是就是来这边晃一下，然后就走了。真正在做的呢，比如说一组3个人，那个人就是晃来晃去的，好，然后呢，真正在做就是2个人，他就是要占人便宜，然后替自己找借口、推卸责任，好，只会讲一些表面上好听的话，但实际上一根小指头他都不愿意动。这种人呢，就是看到需要也不会想要出手帮忙，心里想啊，能闪就闪，能躲就躲。如果有责任来的话，就是能闪就闪，能躲就躲。反正他想说一定会有人去做嘛，3个人嘛，我不做，另外2个人一定会做啊，另外2个人还蛮认真的。好，比如说觉得定性跟婉柔还蛮认真的，那我就给他们做好了，他们都很厉害，很有能力，好。那我就轻松一下，这样子，这样，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好，然后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会有那种愤怒会被搅出来，对不对？会搅出来。那我们会不会成为这样子的人呢？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也被影响？都好啊，你这样子摆烂，那我也来摆烂，大家都来摆烂好了。或许我们也会慢慢被影响，变成那样子不负责任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说，在小事上不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如果当我们被影响，我们也成为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会被上帝点名做记号的。好，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好，还有怎样的人呢？这样子很多啦，就是还有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好，赢了面子，输了里子。现在有什么卡债啊、卡奴啊、月光族啊什么的，哇，表面风光，但是实际上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内心为了那些欠债在这边搅动这样。好，然后还会有人怎样习惯性使用善意的谎言，他为了要避免不想去面对他该面对的一些现实问题，他逃避现实，然后就用很多善意的谎言去圆谎。那还有很多人呢，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我想你们在不管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学校，应该也都会碰到很多这样子，或者是更多类似这样的人。如果我们附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整日所思所想的就是这些让人不愉快、不舒服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及时打住。我们要停损啊，我们自己要停损，要止血。好，打游戏要止血嘛，对不对？不能一直被杀，血流光了就没命了嘛。我们要赶快止血。不是说我们要把内心的委屈、愤怒给压抑下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当我们确实感受到那个委屈跟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个管道，我们必须要有个抒发的管道。那个抒发的管道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的灵修祷告，透过我们彼此团契生活，彼此代祷，彼此分享。像在社青团契，常常在分享彼此的委屈啊、生气的事情啊，垃圾也要有地方倒嘛，好，倒，垃圾倒完了以后，最后要走出来，要停止，就不要再一直下去了。当然，有些东西不是1天2天造成的，也不是1天2天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总不要让自己的那个心一直陷落在那个黑暗里面。在上个礼拜4，佳佳的妈妈佳慧，好，佳佳的妈妈是在医师的眼里是癌末的患者，好，她是癌末的患者，她跟静茹姐一样。就是英英的妈妈，好，静茹姐她也是癌末，在医生的就是癌末的患者这样。佳佳的妈妈呢，她就主动来找一节牧师，说她想去探访静茹姐，这样。然后后来呢，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自己是癌症的病人，癌末的病人，我非常的体会，因为他也治疗了，虽然在医生的口里是癌末的病人，但是他也，比如说医生在那个时候是说好半年，大概只剩下半年这样子，但是后来你看他也继续活了也2、3年了这样，好，他有一段过程，
他说我这段过程，我希望可以帮助静茹姐，所以他就主动邀约牧师，然后一起去探望静茹姐，可以给她加油打气这样子。一位癌末的患者，在医生的口中，有没有注意牧师讲的？在医生的口中，但是我们生命是在上帝的手里。哈，一位在医师的口中被称为癌末的患者，相当有立场，绝对可以有他有绝对的立场可以埋怨，他有绝对的立场可以自怨自艾，可以推卸任何他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佳佳的母亲却选择主的道路，她靠主刚强走义人的路，她不断的要让自己恢复正常的生活，她也加入我们圣歌队，继续在服侍。她没有因为我癌末病人了，就是要被人服侍啊！哎，来，那个我癌末，好，今天佩玉来帮我买个早餐，丽安帮我买个中餐，好，丽丽帮我买个晚餐，因为我癌末，好。然后呢，因为我癌末，所以呢，周报呢帮我拿一下，还是怎么样的？不是的。如果今天我癌末，你们可能只是觉得我这个病人真的是有点拖大这样子哈，有点那个不好搞的人这样。可是他不是，他选择的不是这条道路，他主动的出来服侍，要服侍，然后他还要去关心别人。他选择了这条义人的道路。弟兄姐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都会有低落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婉柔也是从癌症走出来的，对不对？本来都已经被医生宣判死刑了，他这样走出来。也有很多从癌就是被医生宣判死刑走出来的病人，很多的见证。我们会有痛苦的时候，会有委屈的时候，会有愤怒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痛苦，一起愤怒。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要一起走出来啊！不是一直钻牛角尖，钻在那个委屈愤怒里面；不是一直钻牛角尖，钻在那个痛苦里面。因为人活在世上，这种痛苦十之八九，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天色没有常蓝的，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是重点是我们要从那个黑洞里面走出一条义人的道路，而不是像罪人的道路。我们所走的是义人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而且是可以祝福别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就是蒙福的道路。当我们充满负面的情绪，我们必须试图让自己再回到上帝面前重新定位，而不是任由那些情绪来控制我们。我们不能让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念头持续壮大到失控的地步。唯有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才能保守自己的心。唯有上帝的道路，才是我们唯一当做的选择。愿我们这群蒙福的人，心中所想、口里所说、手里所做的，都能蒙主悦纳，并且成为能祝福他人的人。今天，待会儿我们接着要领圣餐。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被祝福的人，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牺牲了自己，他牺牲了自己，他首先道成肉身，所以他可以知道。人身为一个人，他所背负的有哪些重担，他非常清楚。他牺牲了自己，破碎自己，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一部分。然后在他的宝血洁净底下，我们的罪，我们可能以前所思所想的都是恶人的计谋。我们所行的可能是罪人的道路，就是不合神心意的道路，不合神心意的念头。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圣洁、上帝圣洁的团契里面，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出来，可以彼此接纳。我们不论断，我们彼此接纳，成为一家人。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礼物。
这一块圣餐面包就象征着耶稣的身体。待会牧师会给它剥开，剥开也象征着耶稣他为我们破碎。这一杯葡萄汁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不义，担当我们的过犯，好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一而多，多又为一的团契里面。因为待会当牧师拨开，我们要领圣餐的弟兄姐妹也是按序依序自己也拨一块。你手里所拨的那一块，也象征着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为你所舍的身体，那一块就象征着耶稣为你所舍的、所破碎的。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牧师会拨开，然后呢，长老会在这边端杯，那就是依序。我们待会停医执事会在这里为大家喷酒精，手会喷酒精消毒，所以我们就自己来拨一块，沾葡萄汁，然后就可以领受。
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献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离弃了那罪人的道路，让我们不会像糠皮被风吹散。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选择一条义人的道路，也感谢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有价值的人，在你里面成为那有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莫大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的，成为那蒙福的人，也成为那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你我顺服而得福。愿我们都成为那祝福，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你因我顺服而得福。是的，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们一起祷告。
们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赏赐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走这条顺服的道路的时候，是的主，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调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难，非常的痛苦。当我们被你修剪的时候，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里成为那力量，成为那蒙福的泉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帮助你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能成为那蒙福并且祝福他人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刚强壮胆向前跑走，一起来，求你使用我，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哦，他是说，他不做，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我会讲，总会讲，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嗨起来！更大声，嘿！准备好了吗？我们带着力量一起往前走，大声说，拉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总会讲，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什么？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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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最后好久没有一起跳起来赞美了，一起来，1、2、3，谢谢默祷必会。